如果你要通過先到先得嘅方式預訂創興水上活動中心嘅營地，撳搜尋設施，撳營地預訂，撳創興水上活動中心。系統已預設為先到先得，可以揀日營或露營，揀入營日期同出營日期。揀好後，撳繼續。輸入人數，包括申請人。可以根據需要調整入營同出營日期。撳繼續。揀是否要加入康樂艇。如果揀是，揀日期同艇隻類型。揀段節。輸入指定所需艇隻嘅數量。撳繼續。揀申請人是否機構。揀是否需要穿梭巴士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確認付款。揀付款方式。付款成功。你可以揀列印或不打印確認通知書。如果揀列印，會開始列印確認通知書。列印完成，請取回確認通知書。撳確認。預訂已確認。